在那么我一年也是，咱我也是，是啊，我也是。像我来了，中国中国人。三年啊，那嘛二，三年。就被哎，上班没被哎，这个那个，这个被人搞。这个。三百块啊，我们就不来了。人家提出去，要提不到。就是啊，这么多布料，有钱了没？要给，来，不少嘞，有几多嘞啊？来，我这都是我就是，不少了。不是把上面小灯。什么？手上里面包呢？手里包，包了那么肥下来。那个买人家不是，我就是。我不能要钱，我要钱我能。我就是。现在这个本来我就是，我觉得呢。到家是啊。没那么，出了嘛。到家是的。你包的那是吧？我在生食的呢，这样到内的，做嘛了？那有钱的，我有点钱的。我说听你包呀，3岁了。那我觉得啊。这么我到一头多那种。就抓，这样我抓一个包子嘞。没什么说嘛。那就我到这了。啊，没得一黑的嘛，没事的，只走下的，这样子，这样到。我知道了，我他抓了，我抓了，知道的嘞。那或者我也是。少了。你没等一下啊？哎。也是啊。哎，现在没得干嘛？也是啊。